选调，全地当耶和华出欢喜的声，你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呵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呵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到伫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互咱做伙起立，甲你的边的人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是的，主，赞美你。哈利路亚！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是因有故紧紧跟你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星星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说着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我们宣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永远不回头。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是因有故紧紧跟你走。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永远不回头。开启我的眼，星星的双眼，看那天使天君在身边，说着我的心，谦卑地聆听，你的话语深植在我心。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
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的神君王，这信心的路永永不回头。让我们一起宣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的神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再宣告你是万王之王，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因你战胜死亡的神君王，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这信心的路，我永不回头。哈利路亚！在主啊，这信心之路我们不回头。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有你的同在，我们的心就不胆却不害怕。是的，主啊，愿我们爱你的心日日的加增。是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要再次跟主你说，是的，主啊，愿阮的心会当那听你。主啊，愿阮在你的面前，主啊，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光照阮的生命，主啊，拍开阮的心，单单来仰望你。主啊，愿你的话进入阮的心，真做阮生命的免流，真做阮生命的光。主啊，阮独独要仰望你，跟对你。我为那听你，我主基督，跪到基督天边，求你赐福。我心困求无力，那古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在我去了世间，安乐天意，甲我愿放他专心吹你，敬献基督无力，那古为那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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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主，为那听你，哦主，为那听你，哦主，为那听你。世间虽有艰苦，有无烦恼，依然有主通靠，欢喜乐乐。我最近是无力，那古为那听你，为那听你，
细声，我心犹原勇敢对你来行，并且基督无你，哪句话哪听你，我听你，我听你，我心困求无你，哪句话哪听你，话哪听你，话哪听你，今生基督无你，哪句话哪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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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主，话哪听你，哦主，话哪听你，哦主，话哪听你，话哪听你，哦主，话哪听你，哦主，话哪听你，哦主，话哪听你。互咱做伙伫主的面前献上祈祷，求主的光接落伫咱的生命，互咱听主的心会当一天比一天那热切，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心单单仰望你，主啊，现在是先爱我们，主啊，我们才有生命，才有气息来爱你，主啊，求你的希望，主啊，我们单单仰望，在你的面前，愿意将我们一生献上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主啊，让我们看世上一切的愤怒，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啦，主啊，我要跟对你。主啊，我要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听你，坚持一生无偏离。主啊，求你用我做你的器躯，将你的听分享出去。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心，予我不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他，坚持一生无偏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望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
我点我心，当我无我靠的心，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话，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分享出去。你的话点我心，当我无毋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会听点我心，当我无我靠的心，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你的呼召甲听他，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他，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亲爱的天父，这是阮伫你的面前的祈祷，写主啊，阮愿一生跟对你，因为你先听阮，经选阮。主啊，愿阮的性命爱当成做你合用的器具，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听，将主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愿阮每一人的性命，拢会当来完成主你所予阮的大使命，予阮会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予阮会当活出主同在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香味。主啊，搁一届伫你的面前祈祷恳求，愿圣神充满伫阮当中，荣耀归于上帝，提主祈祷，奉靠主主耶稣的名，阿门。家己即摆请坐。
即条咱做伙来吟圣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254首 A 调。我认救主无惊见笑，我认救主无惊见笑，好打干净道理，好打干净道理，称呼耶稣恩典奥妙，欢喜叹伊假释，欢喜叹伊假释，欢喜叹伊假释。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同心出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咱同心来祈祷。全能主爱的天父，怜悯听探世间人的上帝，主你的名堪伫万人称赞甲学乐，主你的名冠过万名之上。主早起时，你的囝儿，阮当时的兄弟姊妹，搁三角围垒伫你的圣殿内面。主，阮的心单单尊重你，单单尊主你最大，因为你堪伫一切荣耀甲荣光，一切颂赞甲学乐。主早起时，阮献上阮嘴唇的果子，摆咧学乐伫你的面前。主，阮的心也要感谢你。阮想起阮过去的年日，阮的出入内外，阮手内所做工，感谢阮伫济济的困难的当中，无论境况如何，主你拢带阮平安经过。为着安尼，阮搁一遍献上感谢伫你的面前。主，阮是受阮的囝儿，阮着时常想念主你的恩典，伫阮的身上为阮成就的事。阮想起阮过去伫阮的生活内面，阮目睭所看，耳孔所听，喙所讲，心内所想，迄个上深的意念。主，阮时常背逆你，时常无合伫你的心意，甚至背逆你的心意来行。主啊，你拢知影，因为你是监察良心的上帝，知影阮心内上深的意念。主啊，阮若献上阮的感谢，阮要向你献上阮认罪的祈祷伫你的面前。主啊，你以后阮来到你的面前反悔认罪的时，主啊，你照你丰盛的慈爱，主啊，你的信实，你的公义，搁一遍来帮助阮。赦免阮的罪过，互阮的心安然伫你的面前。主啊，阮要寻求你的怜悯，主你的恩惠临到伫阮。主，愿你的保护来遮看，除去阮的歹，因为你是圣洁的，见若群我你的人也着圣洁。主你帮助阮，主你的保护来遮看阮，阮着好胆来到你的面前，领受这个福分，领受这个救恩。主啊，早起时，愿你圣神甲阮三角同在，圣神运行做工伫阮的当中。帮助阮，开启阮的心，拍开阮的心，迎接你，阮的心灵，我是早起时静养起来。主啊，你的话也要透过你中心的罗卜，搁一遍将你的话显明伫这个当中。主啊，你的话大有气力，主你的话要互人得到通达。主你阮的心灵通得到晓悟，帮助阮伫早起时，阮领受这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你的话语要进入伫阮的心内。主啊，愿你的话正借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行伫这条军队你的道路的顶面。主你的双手围篱保护阮，扶持阮行伫你的心意内面，互你所欢喜。主啊，阮今日的圣会交托你的手中，愿主你恩膏高我你的罗卜，你的灵甲伊三角同在，对你来迄个天顶所想的福分，帮助伫伊。对你的话语会领受，甲阮大家三角分享的当中，互阮得到帮助。祝你祝福伫你的罗卜的身上，记念伊的福势，帮助伫这个当中。祝我们将一切阳光、喜乐拢归互你。求你帮助伫保守伫阮今日的盛会当中，当阮献上感谢，祈祷奉个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迄即马请坐。即条咱做伙来交托启文。启文第35篇，启文第35篇也是记载伫以赛亚书55章。现在我来启，咱大家大声来应。既然恁喙焦的，就来上滚水。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食得的物？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物。着趁妖花通找着的时来找伊。歹人就离开伊的路，归向耶和华，伊要怜悯伊。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
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搁倒转。互野种的有种子。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绝对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上白发生来替草饲，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即日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新约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19节，新约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19节，现着我来读。耶稣群我来对因讲话，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教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听他们话语的人。即粒的讲道，咱邀请林传道。今仔日题目是如何为主赢得灵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的教会有一款温暖烧热的感觉，大家人真够拍招呼，表示咱兄弟姊妹水准有够。咱教会建筑水准有够，咱教会音响水准有够，咱教会的主事会、熬祈祷、熬事会长老水准有够。咱的音响、咱的圣歌队、咱的敬拜赞美团水准有够。若要拍分数，99分，差1分啊！恁知影差1分伫地无？毋知对毋对？恁拢无为着讲员准备茶水。昨暝我吐2点外钟，一杯水都无通啉。今仔我起来看，讲台也无，啊我坐椅仔也无。咱伫即个东港后盖爱记得甲讲员准备一杯水。讲完一直在讲，像我昨咱像机关枪对无？我昨讲话足济，喙干干呢，拢无水呢。所以请咱爱记得甲讲员准备一杯水，安尼咱教会就100分啊，知影无？100分的教会荣耀上帝哈！咱的上帝嘛是100分的，所以咱服侍伊嘛爱100分。今仔日要来开始今仔日的聚会所以我要来询问兄弟姊妹。你昨昏回去了后，有读圣经，还是有祈祷举手？我看卖敢好。昨昏我聚会煞到今日会知影，你有读圣经，还是讲我都有祈祷的，举手一下，我看卖一下。袂少人吼，来手放落。祈祷甲读圣经是第一重要，充实的内在。今日中国大陆要和咱战争，咱爱准备啥？准备枪支，准备军队，准备武器，咱爱准备。然后咧，开始上战场去烧台，对无？所以你若读圣经，若祈祷，你就有法度通传福音。你无读圣经，无祈祷，你就无气力通传福音。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书这个所在，甲咱记载。就是大使命，咱的主甲咱讲，你着去普天的传福音，互神来受洗，会通得着救。这是基督徒上重要的任务。你抑阁活伫世间的任务，就是为着这个。若无咱看圣经，天堂有水无？圣经在背后写的天堂是足水的，对无？天堂足水足阳光，咱拢无爱去。天堂有爸上帝，有天使，有天军，有圣歌队，咱拢无爱去。讲到股票是罪恶，
讲到跋筊是毋好，咱拢足爱去，足奇怪呢。天堂遐尼好，咱哪会拢无爱去啊？小可破病就去装病院，医生啊，较好的药给我用落，有无？人真奇怪，你活伫世间一个真重要的目的，是为着传福音。你若毋是为着传福音，天堂极其水。圣诗安怎甲恁讲？世间艰苦是暂时，不比天堂永福去。所以咱天堂在等待咱上帝甲咱准备房间，咱着用欢喜的心来迎旨。我要甲大家宣布，中文教会已经提升起来，变100分的教会啊！谢谢，多谢，多谢，谢谢，多谢，感谢吼。感觉有这杯安尼，感觉继续温暖安尼。多谢哈，咱教会执事吼，长老吼，歹势哈，我所甲你讲急哈。当咱在学习传福音的道理的时阵，请你会记住，咱着爱传福音，是为着要互咱的主欢喜，毋是要互人欢喜。互人欢喜，无需要传福音啦。互主欢喜，咱才是需要传福音。一世人30几冬伫台湾这块岛屿，行过大街小巷、夜市、庙口、公园、家甲工厂、学校，所经历的非常多。兄弟姊妹，你爱感谢主，你无我这款的经历。这个经历拢互传道人领心倒退，你敢知影？讲耶稣送物件，伫遐乐团安尼，甲伊开车马费，伫遐安尼唱歌互人听，伫公园都要用摕石头啊牵呢。我紧甲阮某拖在我后壁，阮某就徛我边啊，唱歌伫遐唱歌，牵石头啊。是安那讲耶稣，就讲到互牵石头啊，因为人无爱听你讲耶稣啦。你讲罪讲啥？你若像今仔日的Good TV，真济，迄个看来做缘投安尼，逐工安尼装啊水水安尼，啊拢讲迄个袂得失人的福音，迄人袂甲牵石头啊啦。迄个做讨喜的福音，你听了就感觉袂歹，真好真好啊，真好真好。你听伊讲道，你袂插心啊，你袂感觉讲我对做无够，我得罪主，我安怎我有罪，拢袂。规场看落来，足好足好，灯光好，气氛好，讲完个缘投。迄款的福音，毋是咱的主叫咱传的，咱的传的福音爱进入咱的内心，讲甲互人讲啊，你讲我有罪，我就牵石头啊。互人破水，迄破的水绝对毋是自来，迄个自来水，讲足清气的水。互人骂，互人叫，互人吵，就爱去互拍。咱伫旧教会，我伫迄个所在讲道，甲伊讲有伫西丽报道，啊，互拍，北家将会拍，北家将迄拢15、16岁啊尔。是安那就遮艰苦，因为传福音是我的使命。传福音是我一世人有缘互穿拍无死，以后存落来重责大任。我的责任就是安尼。是安怎较会安尼？因为什么叫做传福音的责任？就是别人的欠亏顶悬看起咱的责任，伫别人灵魂的得救顶悬的欠亏看起咱的责任。你看袂到人灵魂的欠亏，表示你的敏感度无够。请咱来记住，你要有使命感，因为这是主予咱的规定甲要求。请咱来记住，请咱一定爱记住，你是一个带使命的人。真侪人拢问我讲，到底你哪有遐尼大勇气，会当徛出来大街小巷，互人配喙烂、牵石头、破水，你哪会肯安尼做？我这个带这个使命，无安尼做袂使。我是兄弟，我是帮派分子。虽然我着穿我的老母、我的某囝，骨力叫我传到一步，叫我着爱悔改，我嘛愿意悔改，嘛愿意来自悔。但是要叫我徛出去传福音做见证，足困难。我大哥呢？我哥啊呢？我下骹手80几个少年的，大家拢地穿呢。你要叫我这个人讲啊，着徛去你台仔顶个路边。佫毋是啥物大的演讲场，伫遐讲哦，信耶稣偌好，啊，得来信耶稣，迄是真困难。
所以头一遍报道团叫我讲出去做见证的时阵，讲差不多太侪人来讲叫我去。伊讲你若出来做见证，一定会影响足侪人，你着出来。既然上帝救你，你着为伊做见证。我无爱就是无爱。我要信就好啊！我要信这个耶稣，是因为要安慰阮老母，要互我的某得到幸福，所以我要信就好，我无爱传。要叫我出去讲，无可能。钱贴合我病惯，我都无爱。我遮的话拢永远会记住。因为我当时就徛伫台顶啊，人讲叫人信耶稣啊，就安那毋通去做歹代志，毋通去八大行业。我咧开舞厅的人，当然迄个时阵是已经甲舞厅拢规个放脱角去啊，把帮派拢解散去啊。但是我嘛是共款兄弟人的本质还佫伫的。要叫我去传福音，哪有可能？迄个阴暗，上帝就做工啦。互我梦到一个梦，什么梦？梦见我含所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拢围伫一条街仔路，伫遐咧看闹热。然后有一个人举一支十字架，对远一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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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行来。我拢含人伫遐咧探，伫遐咧看。迄个举十字架，一个叉口十字架的人，行来到我面头前遐的时阵，停落来，伤重停落来。然后滑头起来，看我，甲我笑一下，头壳佫压落，是不是个牙会佫行？我精神起来，开始吼到阮某伫边仔讲：你是安怎？你是一个牙青的人，牙刀的人，你是肯流血毋肯流目屎的人，你是安怎吼？你是梦到啥？我连要甲讲梦的内容，我都讲袂出来。我永远会记得迄个人叫耶稣的举十字架来我面头前，顿地屈落，睇下举起来，甲我笑迄个表情。过2天，我就下面出去报道啊。徛起咧台顶，我也袂惊。徛起台顶应该讲就讲无少年底皮，无顾见笑，讲耶稣的救恩。所以耶稣亲身竞选我是这款的体会，我就无掠福音做见笑，因为这个福音本来就是上帝拯救的大能力，要救一切相信伊的。起头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后来是我。兄弟姊妹，传福音要有动力。我的传福音的动力是主耶稣基督的微微啊笑。是安怎就爱传福音？真侪人问讲我都信道，我是安怎就爱传福音？伫教会主内兄弟姊妹，甲伊讲，你这是主耶稣基督互你的任务，这是主互你的任务，你就爱去传福音。但是一寡人当初信的，伊无这个使命感。清朝的官员讲台湾的百姓是啥物？讲台湾这个岛屿是啥物？鸟也袂讲话，花袂芳，查甫的无情，查某的无义。台湾人互日本的清朝官员形容了，敢是安尼？咱来看今仔日的社会，人情世薄，是非不分，政治伫遐安尼冤，逐工安伫遐咧冤，人的心含较早已经拢无共款去啊！抢劫犯罪、诈骗的满是，为钱赌性命，啥物代志欢喜就好。你袂感觉进台湾的治安、台湾的景气真诶无？所以我逐个做反悔认罪，我做工无够额底到真，还佫遐侪人无信，社会的即个情形是我的责任。兄弟姊妹，为什么要传福音？你要改变即个社会，只有福音有法度。恁兜的囝儿是说不好、食毒、无爱做工课、无责任，你只有福音会当改变你。你用你的喙无法度改变你，你为伊祈祷，互伊来到主的面头前，伊就受改变。请你会记住，为什么我要传福音？我每一遍在信的时阵，我就受到南仔坑的陈水英牧师。当我国中加入帮派咧歹囝的时阵，我的老母伫南仔坑教会咧扫涂骹，一个月趁少少啊钱尔。我的老母找到陈水英牧师，甲伊讲，我的囝咧做歹囝，
你家传福音好唔好？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力，牧师嘛足欢喜呢。圣经客就来找我，你敢知影？我迄阵就足无爱转去厝呢，伊来厝拢找我，无在学校门口等我，伊就捌我。细汉看我大汉就捌我。伫教会门口等，伫学校门口等我，等我出来，伊甲我扭的，我传福音。哦，你敢知影边仔同学安尼看着讲，哎，牧师得甲叫伊信耶稣啊！啊，各种着家己帮派，歹甲弄东开吼，牧师会讲一下，就精啊！你敢知影牧师精一个目睭乌青咧？可能徛伫讲大挂赛事的一边了，讲道讲要到3个月。伊的某牧师娘，伊的囝拢问讲是啥甲你精的啦？你是安那做牧师人做甲互精呢？伊都毋爱讲。伊讲呢，阮老母随无头路啊。阮老母苦苦等，才等加5箍啦。佮一等甲目睭乌青无去啊！佮走去甲牧师讲，牧师你有较好啊吼？是的啦，阮囝实在是做毋对的。啊，你目睭较好啊，你毋着过去甲传福音？迄牧师的表情偌特殊啊！连牧师都敢拍一个袂得救啊！就免传啊！当我一工伫桥仔头夜市啊报道的时，讲到即个，我想要出来传福音，我也无趁恁的钱，也无趁恁的选票，是因为南仔溪教会陈牧师传福音，互我争，我感觉足亏欠伊，所以传福音真重要，我出来传。迄个时阵，陈牧师已经过身了，伊的某陈牧师娘甲伊的囝来西夜市啊，听到我咧讲这来，好，我来凶手就是你，就是你拍阮老爸。看阮伫遐传福音，我一个对搭顶落来，牧师娘过来我揽的好甲。伊讲阮翁所做的，点种子伫你的心内，互你今日才做传道人。阮翁有功劳，虽然已经过往，阮翁有功劳。看到你咧传福音，我足欢喜。哪名呢？我迄讲穿一西装外撇的呢。哎，牧师娘说甲喊啊尔，揽伫遮，规个安尼片水骹像安尼吼。我一直甲看，迄领长的西装，搁洗一遍呢。迄个姊妹是安那要传福音，每一遍受到南仔溪陈牧师，我都袂当停止传福音的脚步。PowerPoint 正手边即个。坚定教会买牧师，真正个伫遐。我走去南西传福音的时，夜市啊报道的时，200-300个人围伫遐听阮报道。结果我伫遐讲，像安尼讲到要呼调啊，讲到差不多搁5分钟就了啊，就会当呼调人来信耶稣，哗一顿雨落咧，大家走了，剩迄个囡仔伫遐尔，互阮7-8个人对台顶落甲围的咧。囡仔，你要信耶稣无？迄个囡仔惊到死咧大死咧啦！我要信耶稣，较倒就听我讲我咧开帮派，都歹惊囡仔。买牧师，弟兄姊妹，当我咧想，我一世人是要传福音的时，我就受到这个人受我影响，这是传福音的动力。主耶稣基督的学生，你受到什么人？有的人念袂透无要紧，会念会透念袂透拢无介重要。迄拢是人的名尔，袂记得准拄好。上少咱会记个犹大对毋对？12个学生上穿的是犹大对毋对？有马太啦，有彼得啦，有多马啦，有安德烈啦，这拢是真有名。特别是彼得、雅各、约翰迄耶稣3爱徒，咱拢加减会记住，其他的无记住也无啥要紧。这毋是要考大学。主的学生头一个，我拢想到12个上重要的迄个人，迄个人叫做安德烈。安德烈接受到福音了后，头一项代志是啥物？走去找伊的兄弟。彼得有优秀无？咱今仔聚会到遮。4公长老啊，恁会议毋插我毋着聚会到遮倒啊。要继续讲呢，叫我继续讲民主做好伊吼。伊讲会出
耶稣你是真话上帝的囝，无圣神感动，凭啥伊会当讲出即个话？一届讲道几啊千个人信主，哦，我欣赏即款的气力，伊会当有气力行伫海面上，伊接管天国的锁匙，伫天主啊内底，彼得的位格非常悬。在望弥撒的圣哉玛利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彼得，哈利路亚！彼得的位格遐尼悬，啥物人出来耶稣基督的面头前？安德烈，安德烈接受到福音了时阵，真重要，先找到伊家己的兄哥，叫做西门彼得，共一个人，伊就将这个好消息传给伊，然后甲伊讲了，佮带伊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头前。你爱传的原因是，你有可能传到一个比你更较优秀的人。我袂使讲这个话，但是我要用安尼甲恁形容。你爱传，你会传到一个比你较优秀的人。但是牧师一世人伫南马坑教会、南马坑区伫迄个所在服侍，我全国外国内逐个所在我行透透。伊将福音传给我将福音传给人，伊传给一个比伊较优秀的人。但是牧师读一个新学院，我读3个。但是牧师无博士学位，我有博士学位。亲爱的姊妹，你去传，你有可能传到一个比你优秀、比你较温数较大的人。你有可能去传到一个现代的彼得，还是现代的保罗，还是现代的唐崇荣牧师。你敢知影？这个世界，这个台湾，这个高雄，这个咱所生活环境的，因为你传一个这个人来得到改变。现在你爱传，我的老母一世人嘛传我一个信耶稣呢。伊传我信耶稣，我信耶稣了，我就喊我的老母将我规个家族拢总带来信主。阮老母一世人1000个牛捌字，带我一个信耶稣。所以我连敢若迄个伫天堂的所在。天上啊，算我的写个哦，你在世拢总传12万人，阮老母是传12万加一个。天国的算数咱毋捌，但是我要来讲，迄个报赏是大的。安德烈将好消息传给彼得，彼得成做上帝真有力的帮手，将福音传开看。咱中央教会彼得伫对，咱中央教会保罗伫对。我甲你讲，伫对好毋好？伫你要传迄个人，你有可能去传，就传着一个彼得，传着一个保罗，传着一个约翰，传着一个林振龙长老，传着一个林振龙传着一个唐崇荣，你去传，迄个人受兴起，你的功劳非常大。是安怎要传福音？因为这个原因。要安怎传？这嘛足重要。我也无像你遐敖讲口才遐好，我都讲袂清楚，要叫安怎传？咱会当去分传单袂？阮中央教会起好足水哦，欢迎你来做礼拜，甲传单分互人，叫人来，你也免讲啥，对毋对？无传单，教会落印啊，是毋是？张首长老，印一寡互遐弟姊妹去分啊，去分传单互人来信了，毋是叫人去做去食分，毋爱误会哦哈。互人互兄弟姊妹去分，咱建堂的基金就有啊。兄弟姊妹，你去传嘛，今仔有聚会，有要请一个讲正敖讲的林传道来，较早开舞厅的呢，要来阮教会。你甲这传单去分，人数就袂遮少啊，就爱搁排以后。你有得人在传，有人在分传单囤米啦，人就会入来啊。请你会记住。毋通用迄个恐吓的，好无？伫咧车顶讲，道信耶稣，无信耶稣落地狱，迄卖啦哈！迄款方式卖，迄人看到就做反感嘛。我会记我囡仔时代5、6岁的时阵，看人摕一大鼓无，伫街仔路若行若弄分结几送人，来信耶稣，来信耶稣，你真来用安尼去街仔路行，人讲这是笑的。所以时代在变，传福音的方法也爱变。我常常来看伫咧路林吼，特别台北足济，看伊摕一块牌仔，像咧卖厝的牌仔，徛伫迄个所在，请到附近的教会认识耶稣，跟耶稣做朋友，徛伫遐，一个徛几点钟呢？
拍甲安尼吼，安尼黑暗形啊，伫遐徛安尼，伫身躯安尼小可安尼喊。我拢会调工去附近买一罐水来互啉。我耶稣听我也听你，你为着主一只叶牌啊，我买水互你啉，迄个人会足感动呢。亲爱姊妹，要安怎传？方法足多，只要你若想要传，你就有法度去传。高雄一间真大间、真水的教会，叫做安兴，伫高雄医学院的斜对面呢。古早的古早，遐有一个专门在修理脚踏车的，叫做杨灵生。较久我就会记得伊的名，因为伊伫迄个战争的时代。脚断一支，断到迄个大腿的所在，伊袂晓讲道，逐项都袂晓，但伊聚会无一场欠息的。伊有闲，伊一礼拜工作5工尔，礼拜休安好日。较早教会是拢规工伫教会聚会啊，拢利用拜六时啊，派一个足大的包包。我仔囝去坐火车，伊坐火车对去一个咧对遮坐到台南，伊每站拢落，伊的车票是要到台南哦。来到南仔坑落，伫车头遐，逐个人个客去，伊就坐伫遐，人看者一支卡，还佫摕一个包包伫遐创啥要做生意？迄站务人员特别来甲赶，而毋是偷落了后顺，甲看是脚踏车的零件，伊就甲伊租，伫遐租，开手足紧哦，伫遐租脚踏车，伊就本咧修理脚踏车。斗啊，一台脚踏车起来啊呢！好，逐个边仔拢甲伊讲，有够牛啊，开手足紧啊，足牛啊，啥货？伊看足侪人咧看，伊就徛开，就穿一支脚尔徛开。恁着信耶稣，当然即句尔。恁着信耶稣，就会得到救。无讲足长的道理，就是讲恁着信耶稣，来信耶稣足好。耶稣救我吼，耶稣嘛会救你，来信耶稣啊，坐落。规台车佫拆，佫缀落迄个包包内底，等火车来佫坐入去，来过来公山，过来路德，安尼规工伫遐坐迄班火车，你毋知？伫车站看到伊安尼做的时候，我就是真细汉，我讲伊是安怎要安尼做？伊今仔若伫伊的脚踏车店会当加趁偌济钱？伊无，伊就对高雄咧坐到台南，逐站拢落伫遐租脚踏车、拆脚踏车安尼。较讲到迄几句，来信耶稣，信耶稣会当得到永远我的神。伊用即款团伙方式，有人信主无？我毋知，但是影响极其大。教会公报你去查，教会公报还佫有咧报伊的消息，足久以前啦吼。教会公报要甲即个人的故事放伫教会公报顶悬。杨灵生非常优秀的报道家。虽然伊无法度通来讲足大片的道理，但是伊所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盐埕教会一个叫做张雪的执事，伊足够带人来教会。人讲你奇怪，你是拢去地下找人，都无迷信的，逐个来拢足谦卑，逐个人拢足好，你倒去地找迄个？伊讲无啊。就迄个盐埕埔即个鋪頭，我住伫遮，逐个厝边头尾我住遮老啊，逐个嘛拢捌我。我若看人厝里有人在辛苦病痛，我就去共照顾，无摕钱的哈。共照顾人死啊，甲人落屎落尿，甲人办丧事，甲人陪对到尾啊，不管伊是家庭什物宗教，伊拢甲侍奉。若要包红包互伊也无爱去。我伫你的厝边，虽然大家也无介熟悉，但是恁都拢明捌啊，恁拢袂晓啊。我著年纪较济啊，所以我来照顾。迄人若过往去，迄是足太高的呢。伊安尼甘愿服侍安尼，因兜的人互因服侍着，大家都足感谢伊。伊讲你我要报答你，摕钱互你，你也无爱安尼。大家只是知影你住伫附近厝边尔。要安怎报答你？毋免报答我，你若真要报答我，喊我来教会听道理2遍好毋好？招去教会，逐个教会长老去处看到阿叔这带人入来，就知影这因兜哪过有人过往的。
所以入来，大家报数、招呼、招待、按捺拢足亲切。遐人一个来讲，哎呦，该来到教会，开大家遮好啦。因搁厝里的人都送死去，需要安慰，足侪拢安尼就调的。每一面选举选这拢上高票当选，就打遐伊带来新主的投互伊，就当选了。你较清楚，迄我的大哥，阮某的大哥嘛是我的大哥，对毋对？听好是阮的大哥，毋是大哥。虽然伊真仔生真大颗，到伊过往的时阵，你敢知影个别色规个盐埕教会人客袂入去，伫个门口，伫遐客，伫遐窗仔口安尼参加个别色偌济，我毋捌看过遐尼荣耀的个别色。要安怎传？用你的方法去传。我甲你讲即个故事，毋是叫恁今仔日聚会煞去厝边隔壁共问讲，恁兜有死人无？用精力袂使怪我，你要有智慧哦哈！传福音有真侪方法，圣经讲要有百般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伫心内，然后甲用各种的方法甲伊传出去。哎，姊妹，你若肯传，你就有效果啦；你若毋肯传，你就无效果；你若毋肯传，你就无照上帝的规定甲伊的委任，你无尽到你的责任，上帝来就讲下场嘛，一定的。咱的主会来呗？有相信咱的主耶稣基督要来无？伊要来创啥？来食道，还是来过节，还是来招咱泡茶？招咱看电影？无啦，应该毋是。伊来要创啥？主来是要审判伊的百姓，要审判这世间所有的人。伊来真重要的要做项代志，就是甲信的、无信的分互开。伊要做这款审判的工作，分开就煞呢？无对信的人中间佮分一道，分有去传福音，佮无传福音的。有传福音的，佮分一道，传了对的，佮传了毋对的。所以，咱咧做主的讲的人啊，足细个，咱在座顶咧即事，恁拢是负担教会荣辱成败的巨业官人。你伫教会做工，爱足细个，毋通做毋着工。今仔教会有问题，毋是无人做工；今仔教会有问题，是足侪人做毋着工。现在经常主的来会分做信的甲无信的，伫信的中间，佮分讲有传道理、有传福音、无传福音的。伫传的中间，佮分你是做对啊，做毋对的。你讲传福音做工，佮有分对啊，毋对？当然有啊。圣经内面，迄个拿棍的合唱，就是迄个拿棍的五角场。以色列人对非利士人遐，甲约柜手摕倒来，因用牛车拖来到迄个所在，牛倒大底，规个牛车要倒落。约柜就要落落伫涂骹，圣经安怎记载？迄个所在有一个利未人，叫做乌撒，记个名记个条袂？乌撒毋是屠杀，乌撒就看约柜要落落来，用手迄个推的，互边的人紧过来甲牛车沿路好。乌撒有功劳无？有。伊救约柜毋好落落土，但是圣经讲上帝当场甲乌撒拍死。上帝的标准和咱的标准无共款啊！你敢捌看到圣经看到这？你讲哎呦，上帝较残酷啊，伊有功劳，你较甲拍死。你嘛毋捌用安尼去问长老即事问牧师呢？上帝圣经明明白白规定讲，袂使用手摸约柜，这是上帝的标准甲规定。你袂使找理由违反上帝的话。我是为着要救约柜，我是为着要安怎，我是要安怎，所以较干犯主的主权，无听上帝的话，上帝照常甲你拍死。咱的上帝是严苛公义的上帝，伊无两款标准的。请你记住，服侍的手真重要。你伫教会有在做工的，你爱非常猛醒。爱知影你所做的工是啥物款的工，
袂使做毋对去。咱讲着要安怎传？真侪人拢讲啊，我着袂晓传，这真正常。台湾2300几万人，目睭八金想要趁钱，你敢知影偌济？绝对超过1700万。不管老的、退休的、囡仔、学生啊，大家目睭八金拢想要趁钱。有的人趁有钱，有的人趁无钱，是安怎开安尼？你若无先去趁能力，用这个能力去趁钱，你是趁无钱。你就会当去做迄个用时间换金钱的工课呢。用时间换金钱的，记一个咧保全人员，我无讲保全人员毋好哈，保全人员来工作足辛苦嘛，足尊贵，职业不分贵贱。但是有的人是会当趁大档钱、大笔钱，因为伊有这方面的能力。你着爱先趁能力，较用能力去趁钱。基督徒嘛爱趁钱啊！基督徒无趁钱，教会建设才会资金，才会建设建筑费用要对对来。钱，有人讲钱是罪恶的物件，你有安尼想法无？钱有罪恶无？有，等下要离开的时阵，你把钱拢摕来我的裤底啊，互我罪恶就好啊。我替恁担这个罪恶。钱伊本身是中性，你该用对好的就好，该用对歹的就歹。所以毋通先入为主。你要传福音，你就要先充实你的能力，你的灵命有好无？你圣经知识有够无？然后讲了袂顺，佮讲一遍；讲了袂顺，佮讲一遍。做见证和讲道无共款。我出去街头夜市庙口伫做见证，我想着啥讲啥。迄伫教会讲道是袂使安尼。我头一遍讲道，去到一间教会讲道，我永远会记的。牧师我讲，请你来讲道吼，啊，你著开始咧读新人院啊，你来请你来讲道。好，啊，要讲偌久？40分到，莫超过50分。好。我徛起哩，搁客开始讲道，讲到得要了啊，17分啊。迄牧师拄坐伫头前的位，伊是咧听我咧讲，佮想要煞呢？伊甲我比表安尼，你敢知影？我按算讲50分，结果头一遍讲到徛起哩，对头到尾讲17分啊。迄个牧师伫下骹咧头甲我比手安尼。我讲要安怎？一条圣诗吼，对我帮助足大。是阮老母唱互我听的，既若有人互做苦楚，着找救主耶稣。所以吼，迄个咱来唱这条歌好毋好？临时抒琴来，弹甲起起突突，因为临时插落啊。弹唱了，我搁讲唱，搁对头我搁讲一遍，你敢知？嘛是搁差不多20分，安尼都到40几分呢。牧师落来甲我安慰，伊讲你毋捌咧徛讲台吼，安尼真好啊。伊无我安慰，我阁无目眶无红。伊我安慰一下，我拢一直歹势，涂骹无空，就要装落。然后了，我就骨力去准备我的讲章，骨力去准备我所有要讲的道理。我伫逐间教会足侪时阵，我无咧看稿。我的电脑内面，等下你会当来检查，随时准备250篇的讲道。我看重讲道这回事，兄弟姊妹。你要不断训练，不断练习，你较法度通讲上帝的话。你毋知影上帝的意思，你毋知影你的主人的心意，你要哪讲伊的话啦？你要讲耶稣的话，要讲上帝的话，你就讲袂清楚。请你会记住，你有责任去传，你有必要去传，你嘛要知影要安怎传，这才是上帝的重要。你甲上帝讨，上帝啊！互我有生之年有机会，最少带一个人，亲像林传道因老母，我好传互伊，最少传一个人。你甲上帝安尼求，上帝含你立约，连讲你若再见伊妈斯，你若结束了时阵，你即马坐迄位，啥物人要坐？你甲我讲，我这时阵看到你。下一道来，进前我就看到一个，即摆还无食，都转去啊！伊仔位就空的安尼啊！你要转去进前，你最少嘛要带一个来坐你的椅仔位呢。
将福音传出去，你是你应该爱尽的责任。你有使命，你是一个真重要的人。上帝差派耶稣为着你死十字架顶，为着你受百般的苦楚，伊将疼予你，你就爱把这个疼传出去。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啦，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安那救你，你讲互人知，就是传福音，足简单的。啊，无你就来对阮来听看卖，听看会哈袂？啊，阮教会咧办主餐，咧办活动，要办圣诞节，咧办啥物会，要办旅游，甲招来啊！凡是一届就调的，凡是即个以后比你较热心哦，有可能无？阮大顿着坐呢。咱在座有几位少年的，请你会记住，你少年的生命真紧就会过去，就会含阮遮其他遮较老班的共款年岁，就实实在在真做长老会的人。什么叫长老会？又长又老，又长又老，还有做长老会。咱在座一寡少年朋友，请你会记住，你的生命悠远得慢慢啊往老年来进展。趁你还阁少年的时，请你会记住，会记住啥？你本身的价值无在于你是啥物人，你的年岁、你的学历、你的钱财、你的地位、你的名声，你本身的价值在于啥物？你要去思想这个问题。你若是一个爱拍牌的人，你想看卖，你边仔人拢是爱拍牌。你若是一个爱拍篮球的人，你边仔拢足够拍篮球的，对不对？爱讲野球的人，拍野球的人，你边仔足爱讲野球。你若是一个爱拍某的人，你边仔人一定有人会拍某。你是什么款的人，介在你和什么人做伙？菜市啊，一条草蛇啊，扫扫的牵倒甲去做粪扫。当菜迄条草蛇啊，白菜放伫菜店顶悬，迄条草蛇啊，就卖迄个菜的价钱。迄条草蛇若起来白红钱，迄条草蛇啊，卖红钱的价钱。你的价值无在伫你本身是啥物，在伫你和什么会白做伙。我较早和世界白做伙，和帮派白做伙，和这佚佗人白做伙，和枪击白做伙，和罪恶黑社会白做伙。我就是迄款罪恶的人。当我活当心来甲主耶稣白做伙，和兄弟姊妹白做伙，和传福音的这使命甲和牧师传道人白做伙，我就真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请问你和什么会白做伙？最后，我用一句话甲大家提醒，结束我今日要讲的。传福音真重要，上重要的是你存在的目的就是传福音。若有一个人，还是一件代志，还是一项物件，对你来讲比上帝对你来讲较重要，上帝会甲伊客气，请你注意。如果一样人事物对你来讲比神对你更重要，神会因为爱你的缘故把它拿走。上帝无用阮利用别个物件来取代伊，因为伊听你的缘故。请咱来记住，好好啊来传福音，好好啊来听上帝，好好啊成做一个上帝拣选、上帝学老的百姓。传福音无介困难，真侪教会请我去实际上教人安那传福音，有足侪方式甲课程。你会当找你适合的。对今仔开始，甲主你立约。今仔等于甲你的目房，甲主讲主啊，帮助我有生之年会当带一个来信耶稣，带一个来就近你，带一个来互你救。我开了无够你帮助我，你祈祷看卖，你作自然，咱的主就互你机会，你就有开了通带人来教会。大家若拢肯安尼做，中央教会念伊就爱以后爱加拜几啊倍，毋通掠咱目前安尼做满足。遮好的建筑物，遮水的环境，遮优秀的同工，遮听人的长老，互较侪人来享受。互人所有教会来听到，中央教会讲，一间教会是一间布道的教会，足够传福音的教会。有当时你免讲啥，你带伊来，咱的同工直接带敬拜赞美歌词落，人就好，人就决志啊。毋是你外口讲，圣神同工，咱就真做和上帝同工的人。今仔日就立志，为神甲主定契约，
主啊，我要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若有你就和我联络，连讲出去街头行要报道的时候，我拢招你去，互你来看夜市啊报道是安怎报道。你踮边仔皮皮撮呢？起来传福音吧，中云教会的弟兄姊妹，上帝要使用你，如同使用我一样。感动我的灵，也要加倍感动恁，互恁成做一个传福音有气力、有果效的人。愿上帝纪念咱大家，愿上帝赐福咱大家，也互咱大家有气力。咱做伙三个额头来祈祷。主要听堂的主，阮感谢你。当阮来到主你的面头前的时阵，阮要悔改认罪，阮要存一粒相信的心。当阮悔改认罪的时阵，阮的阿爸爸上帝就将阮所有一切的罪、一切毋好，拢总放袂记，甲阮抹清，无搁纪念。哦，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赐！万王万主的主，无纪念阮的歹甲罪恶，互阮会当重新开始，搁重新搁活一遍，这是何等好的一项事！主啊，求主你坚固阮的心，互阮有十足的信心，互阮对未来永远我有信心，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你的国我有信心，对阮传福音的气力有信心，互阮会当做这做迄来，互主你欢喜。主啊，今仔日讲台所讲的话，求主你通过圣神的感动，互阮兄弟姊妹大家心受摇动，互阮知影，阮着爱写做一个传福音的，互阮中文教会，因为阮伫遮聚会得到福气。主啊，阮拢是罪人，阮更加是气力无够，但是主你毋是，所以阮要倚靠你得胜到有出。求主你使阮里面祝福伫阮中文教会，互阮遮真正成做一个金灯台，互就近即个金灯台就就近光，无伫黑暗中行，互大家得到快乐甲帮助。主啊，伫你面前迫切恳求、仰望倚靠的祈祷，是靠无罪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即条咱做来吟会用的圣诗，圣诗308首。圣诗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在叫，什么人要去做工？田拢到时得昼夜息息，什么人要去收冬？救主真久就在叫你，伊宝赏实在极大，一醉欢喜，只是随时应讲，我伫遮找我找我，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即条我来报告，请咱摕起咱手中的周报。咱顶周聚会这内容咱家己来看。下周主日的时间，礼拜日咱要参加总会举办的宣告160周年纪念感恩礼拜，所以咱教会才会聚会暂停一遍。咱兄弟姊妹啦，拢有报名要参加的即项。下周间的时间的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日敬拜，麦雅树姊妹地点伫咱教会1楼。拜三祈祷会主日麦雅会执事苏琴科学教长老，大岛的家庭张建义兄弟的即个家庭。拜四探访家庭伫陈志信兄弟的府上。轮值探访的中执，我本人甲李玉杰执事。拜六青少年的这个团契，即个内容有时间有更改，伫即个拜六已经也甲举行了。请咱分过来另外一面，拜六上年团契主日是老主义长老，圣经是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题目是积极甲消极的终局。咱这回来看本周的金句，这记载是罗马书1章16章。台语的到华语的，咱这回来念一遍。来，台语的请。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证，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来先犹大，后来希利尼。华语，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咱接下来看教会消息。第一项，本会举办信徒联名做聚会，邀请到咱的讲师林进乐团队，伫昨暗到今日总共有3场。咱有看见，咱伫即个主日的礼拜当中。咱感谢伊的辛劳，为主做工，愿上帝赐福伫伊的身体、甲伊的服侍、甲伊的家庭的顶面。伫即个时阵，我代表教会来向伊说多谢。第二点，咱原定伫今日的即个主日的会期报告5月份的收支、小巴甲举行6月份的庆生会。因为培灵会关系，咱延伫后礼拜来举行。第三点，高雄中会妇女事工部举办的专题讲座，日期是6月21，拜六的上午9点到12点。地点伫真金教会。题目是音乐的辅疗，讲师是李信仪老师。费用是每人100块。如果有要参加的，请向咱的妇女团契的李敏秀会长来报名。第四点，伫今朝起，接到咱本会，伫咱要来即个6月29号福音见证主日，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来报名，名额有限定，有3位，每一位有7分钟的时间，要报名的，请咱是今日开始，一直到伫6月22号截止，咱兄弟姊妹。你心内有感动，上帝如何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的见证？欢迎大家会当为主来做见证。有意愿的来向我本人来报名。第5点，下主日参加总会宣告160周年纪念感恩礼拜，坐车名单。咱总共有43个人。
但名单拢伫咱迄个PowerPoint顶面吼，咱来看。如果若有疑问的，请来咱即个电收长了，也是咱的咱个名单当中有甲你看一下。如果有疑问的，请来甲咱反映安尼。但是这是伫后礼拜早起是伫礼拜日下早8点，伫中教会伫咱教会，一只来坐车做伙出发。如果若无即边无参加的兄弟姊妹，会当到伫林园教会来做礼拜。煞接咱看是台岛的事项，咱的周报顶面有拜一到礼拜日每一天拢有列遮的台岛的事项。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伫每日的灵修的当中，为着遮的事来台岛，上帝帮助伫咱，也帮助伫咱看见遮的事务，台岛的事务的当中，一项一项来成就，将荣光归予咱的主。特别咱也为着提名伫咱为着咱的兄弟姊妹咱的集体当中，有病痛的，有遮的年长的，也是心灵生活当中也有遇到一个问题。如果你知影，就伫即个台岛当中，为因提名来祈祷。煞接伫咱看见中教会的即个顶主日奉献的明细，拢有伫即个周报的顶面，咱家己来看。如果若有登录有疑问的，请来咱的会计遐来做见证。即只我来报告咱今日的奉献。月顶有6个人奉献金额20500。感恩奉献4个人，金额是3500；建堂奉献有6个人，11500。为着建拜儿乐团奉献1人1000，总金额是36500。即粒咱起立来吟奉献诗。请坐。即个电视长来补充报告。是好。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的保守甲带领吼，互咱伫昨暝甲今仔日总共有3场的性命的造就，互咱来领受这3场灵的响应。嘛感谢林传道。伊会当来到咱的教会，甲咱来分享伊生命的见证，来见证咱的上帝是真正是一个真高活的上帝。我这个时阵，我也代表教会来甲伊感谢，搁一遍来感谢林传道，感谢你的服侍，愿上帝纪念伊，愿上帝所有伫伊吼。伊今仔日嘛有带2个同工啦吼，伫咱的中间，咱伊拍拍甲伊欢迎一个。感谢恁来参加，阮做伙来参加敬拜上帝吼。搁来介绍一个就是老平和兄弟，即位咧就是阿平啦吼，阿平的职工，伊带伊来参与伫咱今日的敬拜，因为身体无爽快吼，身体无爽快我代表咱教会来欢迎伊，可能身体有破病，等一下当然来甲伊做真好的招呼甲分享吼。来，第2项要甲咱报告，就是咱教会的本会迄种水仙兄甲东梅长老伊的查某囝就是梦妍已经伫昨顺序啦吼，来生一个真古水搁可爱的查某囝就是伫病院中间即马伫遐咧休困我相信。上帝要赏赐福伫因的中间，就这嘛要来恭喜咱的志信甲梦妍因来做爸爸妈妈啦吼，
咱愿上帝也祝福，伫这个做月来中间，拢会互伊当来平安顺遂。第三项就是咱伫后礼拜吼，咱就是要来参与着即个总会60周年即个感恩礼拜。咱中间8点吼，咱就爱来教会遮坐车。因为迄天呢，因为咱的总统罗清德有要来莅临伫咧会场，所以咱也提早来进场。所以呢，咱要去的时阵吼，咱要入去的时阵有做安检。所以呢，咱尽量甲咱所要查的物件呢，尽量袂使扫啥，袂使走危险的物件哦。危险的物件应该是啥？可能就是大概啦吼，就是莫走危险物件，用走较简单的就好啊。吼，咱水无问题啦吼。直接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以上。即粒咱来吟上元圣诗516首。圣诗516首，即是礼拜就要煞，大家吟诗通4线，心肝啊常常3交陪，毋忘后期再聚会。咱起来吟全首。一是礼拜就要煞，大家吟诗通4线，心肝常常3交陪，毋忘后期再聚会。若日所做着生意，大行照主所教示，使人共享这法度，这通望主保护。人才有时受艰苦，可能我可主照顾，困叫天白是恩惠，伊着诚心大安慰，经过7年那经过，亲像金乐回路，世间艰苦是暂时，有比天堂永福气。阿门。咱请林团队来祝福祈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当恁通带平安去，将恁领到的使命好好执行，传福音伫正百姓中间，互因信来受洗，通得到救。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运作甲保守，甲咱正大家三个地地对即时到世间的路尾。阿门。